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咱看到公视台语台新闻咧，甲咱报讲，云林北港有家长会遮用心，将遮个旧稀土器上碗茶门框贴起来，裁做箱啊，裁做壳啊，互人生活会当运用。送互对学校真支持遐地方的人士。国情想到俗语话，这真正人咧讲，生意食水甜。有影即句话吼，真奇卡，因为咱嘛知影讲，食到水本底是无气味，原因是安怎讲食水甜，就是因为生意，生意就无计较金钱，生意就无轻分讲，当即个物件外口咧买，外口偌济钱买会着，这因为生意，所以是无价之宝。你讲有影无？啊，实在讲，朋友咧斗阵，亲情50咧往来，嘛是要紧重生意。有当着啊吼，咱赶一个礼去互人，人就足欢喜的。咱讲吼，我赶即落小物件啦，人嘛甲咱讲生意食水甜，啊，佫会甲咱表示讲，这无影小物件咧，你赶甲遮尔功夫的礼数，哇，换咱爱讲啊，换咱爱表示讲，无咯，人一句俗语话讲，买卖有分，小请无论，这是表示我对你感谢即种的心情。啊，台湾人真正就是。详细一句话，有法度将两种无共款的道理听较明，就是讲人若伫咧买卖中间吼，有人讲买卖有分，嘛有人讲买卖算分，一甲5厘都爱计较甲真当真。啊，毋过若是小请咧，小请就无论，你毋免客气，毋免想讲吼，啊，我赶一个礼才好来。虽然我所表示是我淡薄的心意，啊，毋过真正这是我亲情朋友中间家己咧斗阵。第一，就是真心诚意上要紧。啊有影，你赶即落遮好的礼数来，无换我吼，安尼甲你招待一下，来带来外口吼，餐厅叫一道啊较澎湃、较青草咧。虽然讲办好青草，办好好食，毋过台湾人嘛会讲我这是粗菜薄酒。原因毋是讲要请你食偌好，要食好味是啦，但是今日大家有缘斗阵。亲情朋友中间保守即个缘分，上界第一要紧就是破腹交陪。啊，即句破腹，毋是讲吼生囝的时阵，有诶无法度自然生，都爱去互先生开刀手术，囡仔爱用抱的，毋是迄句破腹，毋是呢。台湾话咧讲的破腹，就是讲破心肝，甲你互相交陪，这就是朋友中间有咧小概念。你有概念我，我嘛有概念你，安尼叫做破腹交陪。虽然粗菜薄酒。咱互相中间，家己拄家己，毋免客套。烧酒有啦，菜较无，你着尽量用较好，安尼互相就会当较久长，交陪就会当较永远。你讲看有影无？来，好朋友，毋是干那讲人甲人爱互相交陪，互相带念。有当着啊，人甲自然环境嘛，着爱体会甲带念。